我很非常认同把 cam 一点，點解？一 cam 散步總係做100天天。一最近平常時哈去約會啊，買個時節做好緊些嘅時節嘛，做在做。我只有穿在節目上，哎呦，同大眾做唔得，唔係行嘅。客家以外嘛嘅客家進宣哦，推劇啊。總共今年真年就會中把 cam 2.0，精打細算。係咩 cam 見雕算盤？一隻 cam 大意是4隻 cam。這件我看過30遍啦。沒有。先嘅呢啲喎，人咪有看過啦。full metal 咪喺禮拜3有做過。懂會空誒。是會空。好，那你講，那個恰妹，你有冇？冇啊。你知道這件都冇禮貌，我當尊重亞裔攝啲冇，因為亞裔就會講到嘛，該時尚 fashion 嘛，我就貼片有啦，我阿婆穿成這樣，我也覺得她非常。真的哦。我這件貼片一看，今年最 fashion 嘅係乜嘅？最唔會推上就乜嘅小香風 ，OK？ Chanel。冇唔錯，就係 Chanel。而家咩唔係真實嘅 Chanel 啊？係，你係假裝嘅。小香風就唔係講真經嘅 Chanel，係，然後就假咗。這件唔掂乜嘅係 fashion，就連小香風都唔掂。你再講是 fashion，愛亮牌就讓你標記fashion 係 Chanel本性。麝香婦哦，點，我講翻嚟，剛才條前一開始就要講到4粒字按樣慢做手法，認真就會認真堂咧，因為其實講到4粒字嘅聲音嘅啊。你也太亮字呢？咩嗌講嘅？你係我處理佢本身設計哦，自家去拓鋪，自家用落時裝哦，和自家去打扮，自家去畫圖，咁樣做出來，真係好好看咧。Ellen 做起來較好看咧，做起來哈。Ellen 嘅比例都好，Ellen 有講到。你們是誰的朋友？我們是你嘅朋友啊！冇錯，應該叫地府。我走秀3秒鐘就好。來，線上不應再應我，來，咚三咚三。你老該快點講啦，你準了。好嘞。不要自己加戲。亞哥你覺得亞下最時行動到嘅時候，我就會按你當電影下嘅感覺。你用對起碼嘅寫牛奶，我看出嚟唔講，示範試試，做嚟做因為從機上都按你就冇辦法，從按你上到從人工嘅 Q 樣，就當下下做嘅人工嘅就當電影下啦，係冇錯。這個是受荷蘭學習的為用到嘅。跟你自己平常時用版去看人做衫，然後講你自己要去做筆。那當好做嘅衫褲咧，其實就會按你練定嘅，因為按你就唔只係想講，哎呦，我用版嚟去搭皮啦，吼，甚至咧，吼，會較加去送偏手，送一排偏手。講麻煩，就到這咧，真係阿婆誒，真係真係，係啊，阿婆會尿肚咧，我就會選擇嗰種鬼神的按嚟做，就當電影下，錯嗎？錯的，好嘞，你準你的靈感是張伯謙吧？冇用心好嗎？做過嘅事，你下面用動發達嘛？你做啲用廣告看雜誌啦，看廣告啦，冇所以看啲廣告網拍幾多個實體啲品牌有啲搭配嘅風格。其實舊嘅思維遷到設計嘅風格啦，嗬。所以講，好嘞，錯他了。吃到呢用我們會推時行，就像吉亞種嘅短梯路線，但是聽說係豎梯嘅。哦，亞種做唔得，亞種做出去真人變斜咩？係排水哈。要係看嘢嚟做，係，但是我知道要用短梯嘅部分，係，因為要像短嘅外套啊，要係短嘅衫褲啊，只要有短嘅呢，其實就要比你會動好來喂。哎，個腳，個腳係動好，好爽。嗰時按用嘅比例就會動好，出排氣打好，聽說會戴個鏡子，韓國嘅拍臉，嗰時候就戴點甩毛都唔會。你會講不應頭，這個是錯。我細時未戴定咯，因為呀，啲新人嘅未看到，喺個冇戴嘅話，裡面會發現到，先生你點解冇戴鏡子呢？哎呦，先生錯不離婚。從有一年嘅時間啦，當然就動好去運動咩，健身房嘅糧食就食到黏啦，大家就會做嘅運動嘅衫褲出來哦。運動嘅衫褲係做個冇腰件，唔過佢會做嗰種動型嘅，從呢件強樣嘅，啊蛋糕咧，佢唔係有一個重重嘅，然後遮住，唔係哦，佢就按嚟做頓頓嘅，下半年哦，然後下半身那個麥當勞會很明顯的做。哦，直接可以做身體健康檢查呢，一種嘅怪，係啊。
你看咱像表现，你自己也炫彩啊。係啊，唔過有啲位。超人做，有啲人咁咪自己群演足啦。真實做的，因為像李家族啊，就是我講董浩坤，佢有一擺去主持嘅時候，哎呦，董浩坤咧，按遊戲做，挺結構，我錯你幾邊那種跑步什麼的那種路跑活動啊，結果喺香港係咩嚟刺坤啊，阿妹愛拿佢條裝號，佢教阿卡做啊，董浩坤嗌裝號都演衝，灌漿場，亂衝，一隻嘅。要當我真是上魔嘅風格寫哦，點解需要切到咁多嘅？可能咧。讓應該影像做啲先紅嘅啦，冇是間靚版嘅卡通嘅啦，那上奇怪哦，那用辦法平嘅相那起到你在講阿英整呢？因為我圖片就看到嘉裕身上，不就一太扎跟一太兩冇錯，係個一太扎嘅個面啊，你睇下片奇怪，應該面是上岸。香港啊，有同嘅梁山富愛樣嘅哦，很多。安娜貝爾。不是。因為愛讀戲，因為愛中國聲音呢，一天又讀戲，就是會有小肚子的問題。嘿，和上戲係做緊好和聲改善，愛是會動注意啦。因為一般愛是係做一條好和聲改牛仔裙，結果雙寶時當愛講媽媽肚子大大哦，從此以後，不講愛情。我講有好消息要跟你說嗎？阿妹上面冇好戲咯。因為家就是係主持家親子嘅發通，但是我講親子發通嘅主持因為做同樣版呢，哦，我是做隻吊帶褲好咧，梗係我提一擺起看做吊帶褲，我是上面去親看一下，誰來個吊帶褲，哎，當是賣嗰種合短嫩啲嘛，就是短褲的，用個合定色，看起來當像小朋友樣咯，結果咧，我賣轉到以後，冇拄好，我改良去拄好吼。當配當太劇，中唔上去啊？做嘅上去，你會嗌賣水太亮，水太亮嘅。一做上去之後，正經係做去主持了。結果我處理那翕嘅相片，我檢看，結果那個，你有沒有覺得好像老夫子的大番薯？大番薯，後來我就想講。還是要有一個形象在，所以我就把它修得細細長長。你現在還是，好了，變成小番薯，小狗之後，很許多動潮蠻啲麼？下倉嘅小兵。那有發現到就係呢，嗰種針織高邊嘅衫褲啊，還係小背心啊、細短褲啊，就會幾年東西哈。秋連呢個卡棒都有出嗰種針織嘅卡棒。其實我就知哦，東大寧夏還有個色目就非常會水紅色啦、水藍色，就會啊，真係看到就會啊，少女心對。不過因為我就係做電電嘅阿妹嘛，跟因為呢係大家都啲要出嘅話，反而就卡冇辦法做嗰種衫褲，因為嗰個嘅數字夾就會搞到，搞到嗰兩衫哇，褲要搞到哇，你可以打 kilo 嘅，我看對，真年參加嗰兩衫褲就報廢咧。嗰時候其實秋生嚟當中，我妹唔敢買太多，因為就驚我會大送錢，為到電電啦冇辦法。跟天呢咧，我妹有發現到就會極簡風格，極簡嘅衫就會摸種，極簡，哎，這個叫極簡。挺簡單的，你去家己不開的事情就唔是特別公正。因為從最時行嘅項目就會也係萬年不敗，就係無色，還有拍色嘛。咁其實今年咩同時行就會，你可能貴土嘅都會無色嘅，還係貴土嘅都會拍色嘅，就會更好看。其實菊姨剛才講到嘅針織哦，超適合她，因為你只有按到針織魚嘛。好的，謝謝，好喲。我中文看雙寶啦，因為你知道雙寶。誰動場，佢穿着打扮誰動場李家，誰該咋？和台也是專門做古着，所以做古着該咋真是當貴嘅衫，古着嘅衫當貴，和開始都以前我發現，和係當復古嘅東西，和係當多，比如講總統襪，和個西方眼鏡，和係菜，和該色塊改襯衫，和佢該襯衫而該種真是係。看起來是像阿婆的嗰種襯衫，用印花襯衫，係印花襯衫跟凍櫃呢，係，跟住啲凍櫃，係，還有叫掀，叫一種掀，掀衫會古着，會有掀，所以講啲看四處不用跳叫，錯，係，有上台上講，要把太假講。